好，大家歡迎嚟到慎思明辨 channel， 啲 channel 分享啲我對時聞時事嘅個人觀點嘅。嗱，今日同大家講一單關於香港嘅新聞啊。嚴格嚟講咧，佢又唔算新聞嘅，算係網民啦嚇，啲喺網上嘅時聞啊。咁啊 ，OK， 咁啊，事緣咧喺網上咧就今日我見到流傳咗一段短片嘅，就關於咩咧？關於香港一間相當著名嘅兩餸飯嘅食肆，咁咧就佢哋嘅中央工場啦，可能啊，咁啊就發生咗一個食物一個懷疑一個安全嘅問題。咁啊，有一啲街坊或者一啲即係一啲附近啲租戶咧，就唔滿意呢間食肆將一啲肉食長期咁擺喺一啲公眾地方，特別係貼近一啲垃圾桶嘅地方，咁啊發出惡臭。特別係近期咧嘅天氣轉熱，味道零舍厲害。唔單止呢單嘢唔係最近發生嘅，因為咧就根據嗰啲資料講咧，已經係延續咗超過半年啦。喺半年內咧不停忍受呢啲咁嘅異味臭味，但係直到而家咧個味道更加變本加厲，因為天氣熱啊嘛。咁啊，所以咧導致咧佢即係忍唔住口就同一啲員工去講反映，結果咧當然啦，即係一開口就梗係唔放好嘢㗎啦。結果就惹嚟一個口角，咁啊當然啦，先起口角冇動武，咁啊結果就導致將呢個過程咧就擺咗上網嗰度，咁啊真係大鬼鑊啦嚇。OK， 咁啊就事件咁樣嘅嚇，咁啊網上呢段片咧就係我俾大家睇睇啦，就大概係咁嘅樣。嗱，整到啲紙皮都係日日都係啊，好臭啊！話幾囂張，全拍啲伙計。嗱，好簡單嘅啫，條片我擺上去，你影咯。係啊，你影啦，條片我擺上去。嗱，詳情咧，大家啱啱都睇到㗎啦。嗱，我就口頭就唔開呢間鋪頭嘅名啦。咁啊，如果你見到嘅話咧，就係原裝嘅材料嗰度講出嚟嘅，係一間相當著名嘅兩餸飯嘅一個食肆啊。咁啊，根據啲資料講咧，就係唔單止喺呢條影片發生呢件事咁簡單，整件事件咧已經係延續咗超過半年嘅投訴。佢咧就有同層嗰啲租戶咧，就同一間食肆嘅單位投訴佢哋啦，就話佢哋幾樣嘢嘅，長期將一啲即係一啲係包好嘅一啲肉食凍肉啦嚇，咁啊或者濕透嘅紙皮箱啦，你知啦，凍嘅紙皮箱喺室溫嗰度就會變咗一啲即係水氣重就會濕㗎啦。咁啊堆放喺走廊嗰度壓住公眾地方，咁啊嗰啲裏面當然係食物嚟㗎啦，就唔知佢係跟住攞入鋪頭度加工整食物俾大家食，亦或係棄置嘅一啲腐爛嘅肉食，我係唔知喎。總之長期擺喺公眾地方，亦都貼近咗個大嘅垃圾桶。你知啦，啲工廠大廈喺嗰啲公眾地方咧，就每一層都可能會有個大嘅垃圾桶俾大家掉啲垃圾㗎嘛，相當污糟啊！大家不停咁唔同嘅租戶咧掉啲唔同嘅垃圾出嚟，你諗下真係百鳥歸巢，乜都有㗎嘛！啲肉食就擺喺隔離，你諗下幾鬼恐怖啊嚇！咁啊環境啊當然咧就出咗味道啊，相當差㗎啦，臭味長期存在。嗱，用我自己親身經驗，我轉頭會講下我嘅親身經驗。假如喺個天氣再熱一啲嘅話咧，跟住就會有好多飛嘅烏蠅啊之類嗰啲出現㗎啦，啲蟲就會嚟㗎啦，所以咧。根據資料講啦，呢班唔滿意嘅附近啲租戶咧，曾經同管理處投訴過，管理處係有介入嘅，可能作出啲口頭嘅 warning 或者提點之類啦，但係情況冇改善。點解咧？我而家用親身經驗話俾大家知，呢啲中央工場咧就係啲伙計去 run 嘅啫，真正嘅老闆話得事嗰啲咧就唔會喺呢啲工場嘅，即係話咧管理處又好，街坊又好，你同佢反映任何嘢咧，去唔到話事人嗰度，結果佢哋自己當然唔會聽啦，咁所以呢單嘢咧唔係間突發嘅事件，而係有人忍咗半年。你諗下啲臭味、衞生嘅問題，忍咗半年係幾鬼大鑊啊！我轉頭會再同大家講我自己嘅親身經驗，我自己嗰單係搞咗年幾兩年先搞得掂嘅嚇。咁呢段影片流出嚟咧，嗰啲咧就員工就話啲對方員工太過囂張，個意思即係話咧。即係大概意思，即係對方員工咧嗱，我就坦白講，我真係聽唔到佢哋啲説話嘅，因為點解呢啲口音啊，我聽唔真，分唔真。大概意思即係話咧，你哋咪去投訴咯，即係話咧啲員工係唔會理你哋嘅，即係佢哋照做照 run，可能係貪自己方便，就將啲肉食咧就擺喺門口，又或者送貨嗰啲咧堆喺嗰度又唔定，又或者棄置嗰啲咧。
要打開個垃圾桶，又要動作，個桶又污糟，唔想摸污糟自己手，咪堆喺隔離都唔定。我唔係講佢哋啊，我講個即係一般嘅情況，我自己親身遇到呢啲情況啊。咁咧就結果就引爆咗呢件事，成單嘢將個 post 上網。咁啊睇翻影片咧，對方都話啦，我會將佢擺上網㗎。咁大概嗰啲員工話你咪擺咯，關我乜事啫？我打工嘅啫嘛，係咪？咁結果咧，呢個員工嘅表現咧，唔係一種善意嘅回應，而變成一種挑釁。點解啊？焗住對方必須要將呢啲片公開出嚟。嗱，核心就係唔係話佢呢啲肉食擺得好唔好嘅問題 ，OK？ 而係呢啲肉食擺喺公眾地方喺室溫嗰度，長期喺室溫嗰度漚，就會漚壞㗎啦，細菌係不停滋生，唔使用呢個化驗都知㗎啦。你出咗味道，咁就肯定有問題啦。即係話咧，食物處理係極度唔適當。嗱，作為一間食肆嘅中央工場，你哋啲肉食如果係即係擺喺外邊等得入裏邊，而喺外邊漚到出晒味道嘅，你仲敢唔敢去食啊？問心一句，我自己就坦白講唔敢噶啦。咁當然喺煮餸嘅時候加咗好多調味料，加咗好多香料，炒完之後可能真係唔覺都唔定，係咪？但係問題啲肉類唔喺冷藏嗰度收藏，喺室溫擺放。加上最嚴重嘅黐貼個垃圾桶附近，你話死唔死啊？垃圾桶你唔係喂，你話喂隔開嘅喎，有烏蠅噶嘛，係咪？有啲走動嘅昆蟲啊嘛，曱甴之類咧，乜都會有係咪？咁喺咁嘅環境嘅話，簡直係呢個細菌溫床，唔單止仲要係嗰啲病菌嘅交換。即係透過啲昆蟲啦，所以相當危險嘅。特別係最近天氣開始熱啦，喂4月啦4月初啦天氣開始回暖，唔單止回暖仲熱添，細菌繁殖速度係相當快嘅，又濕。你而家啲凍嘅食物，你回暖就有水分啦，跟住又暖 ，OK， 附近又有多其他嘅污糟嘢，即係細菌嘅來源，乜都齊晒，所有最適合細菌繁殖嘅嘢出晒嚟。嗱，食物變壞更加快，當你啲臭味飄到去同一層，其他鋪頭裏邊都聞到嘅話，代表咩意思啊？情況已經相當惡劣，由難頂變咗危險而家。咁即係話呢個係一個公共空間嘅，即係一個污染嘅問題。嗱，你一啲即係大廈嗰啲公共空間，即係例如 lift hall 啊，或者係嗰啲走廊轉彎位啊，絕對唔係你呢間乜乜食肆嘅私人地方嚟噶嘛。你霸佔私人地方，本身就係消防就已經可以喐你啦，係咪？公眾空間你仲要擺食物，唔理你嗰啲係啱啱買翻嚟送貨過嚟，你未擺入你個廠房嘅食物，或者你唔要嘅腐爛廢置食物掉出外邊，你一定要擺個垃圾桶裏邊，你唔能夠擺垃圾桶隔離啊嘛！你實際上影響緊鄰居、顧客、成棟大廈嘅衞生都俾你呢間鋪頭影響晒。我就唔開名啦，不過問題我相信啲人呢，都會喺啲影片度睇到呢間咩鋪頭嘅，相當出名嘅兩餸飯名店。你啊真係呢次真係瀨嘢嚇。OK， 更深一層咧就係話咧呢個唔單止係一間鋪頭嘅食物問題，點解咧？你係將啲食物製造完咗，你就會發放去你唔同嘅分店度食。你諗下，一旦如果衞生出咗事，你諗個影響幾大咧？特別你係唔止一間鋪頭嘅話，係咪？咁呢個影響相當大，老闆應該係留意呢樣嘢啦，食環更加要留意啦，係咪？嗱，點解出呢樣嘢咧？我用自己親身經驗同大家講，其實就係老闆冇直接喺間鋪頭睇住，即係冇喺個工場睇住，而係員工一定永遠貪方便㗎啦，亂咁放嗰啲嘢。即係例如，假如嗰啲食物凍肉係送去佢鋪頭，你未開門就人哋送到，咁咪擺喺你外邊咯，係咪？你擺喺外邊嗰度，你翻到嚟你又唔搬入去，喺外邊亂放，漚到佢溶晒雪。出事啦！我唔知係咪特登喺外邊解凍，又或者你嗰啲係唔要嘅肉食，唔要嘅食物，你要掉出嚟，你又唔肯打開個垃圾桶掉落裏邊，又或者你嘅數量多到裏邊擺唔晒，你就擺外邊。你諗下，即係你咁嘅即係貪婪亂咁放，整個樓層就會使到你嘅
呢個即係唔負責任嘅行為咧，導致出現一個危機啦，係咪？員工肯定唔會同老闆反映啊，自己貪方便掉出嚟就算鬼數。老闆就算知情，可能知情就冇處理。嗱，呢個始終係老闆係有責任嘅。你作為一個老闆管理，你雖然唔在現場啫，你係咪都要揾啲即係自己或者揾啲負責任嘅一啲管理人員去久唔久睇下個 logistic 咧？即係唔係運送嘅 logistic 啊？日常運作嘅 logistic 咧？你是但做漏一樣嘢都會一個問題，都係管理嘅問題，管理嘅失效。嗱，我同大家講下嚇，究竟呢單嘢係點解會發生咧？我自己親身經歷。嗱，我話説咧，喺97年之前，話講咗好耐啦。我自己 office 咧成萬尺嘅，咁咧就97之後咧，你知經濟相當差，我就喺嗰度捱咗貴租，捱咗六七八年啊，直到去07年咧，我搬去一個自置嘅寫字樓，由1萬尺跌到落去得翻5000尺，有找少少。咁喺嗰度咧，我就即係滿心歡喜，諗住揾到個即係經過捱咗7年貴租，因為嗰7年咧真係經濟相當差，亦都冇能力買過自己嘅物業。直到喺06、07咧就有機會買一個物業俾自己，結果咧就買咗一個4000蚊尾5000尺左右嘅 office 俾自己，咁啊滿心歡喜去嗰度搞我嘅雜誌啦。當時仍然出緊3本雜誌同埋好多書嘅，但係問題好衰唔衰？原來喺同一層樓有一間食物製造工場，應該係如果冇記錯嘅話，可能係麵包西餅啲製造工場，佢就冇肉食。即係冇啲肉類嘅嘢掉出嚟，但係佢長期將一啲加工嘅食物廢料，例如有啲蛋殼，最大量係蛋殼，又或者嗰啲唔要嘅麵包腐爛嗰啲，即係漚咗唔要嗰啲咧，就咁掉出外邊。佢掉出外邊咧，最離譜嗰樣嘢咧，就係管理處係將佢啲食物係掉唔晒，嗰啲即係一啲會腐爛嘅食物嘅廢物掉唔晒。佢擺夠2架垃圾車，擺2架垃圾車咧，2個大垃圾桶咧，有咩唔好處咧？阻住消防嗰個通道，而且唔單止啲垃圾咧係污糟邋遢，多到冚唔晒，烏蠅亂咁飛，好多臭味。我事後即係當時我研究過點解咁多臭味咧，就係嗰啲雞蛋冇包好，雞蛋殼大量雞蛋殼冇包好，啲蛋液蛋漿就喺個垃圾桶底下流出嚟。啲垃圾桶咧應該唔係底下封密嘅，可能佢有封密都爛咗，就咁滴喺地下度，相當臭。烏蠅係咁飛，我頂唔順，同管理處投訴1次2次3次唔得，我就同管理處講：你再唔搬走1個垃圾桶，即係個大垃圾桶，我就會揾消防。呢個係阻礙消防通道嘅。管理處當然知道瀨嘢啦，結果就好快佢哋主管嘅管理處主管知道之後咧，就搬走1個，唯有每日係倒多幾次垃圾。嗱，我明白。對方係做食物工場，你多垃圾我都係冇辦法嘅。但係管理處應該倒多幾次，呢個管理處嘅責任。但係結果管理處咧拱走1個之後咧，佢冇將啲垃圾咧就係倒得咁盡，而且咧佢由於蛋液滴落地下，管理處避免啲蛋液滴落地下咧，諗到條絕世好橋，攞塊夾板嚟晾住個垃圾桶，結果點樣咧？咁就唔會滴污糟咗地板啦。但係所有蛋液就索咗喺塊夾板嗰度，慘咯！你諗下。地板你還可以洗地拖地，夾板你就唔可以濕水嘅。所有夾板上嗰個積滿咗所有嗰啲千年蛋液，哇！啲烏蠅係咁嬲，成個 lift hall 全部都係烏蠅，我真係頂佢唔順啊！頂佢唔順，我結果咧我就同呢個同佢鋪頭啲夥計投訴啦，喂，你唔該你包好啲雞蛋殼啦，係咪？結果咧佢哋變本加厲，掉垃圾唔單止佢唔會掉落垃圾桶，佢哋原來打開門咧就成個垃圾袋就咁飛出嚟，即係話佢懶拎啊！打開門就掉出嚟當然唔會掉落個垃圾桶裏邊啦。咁啊，佢垃圾桶長期打開唔閂蓋，飛出嚟嘅話咧，好彩就掟入去個垃圾桶裏邊，但都係唔閂蓋，啲烏蠅都係咁嬲喺裏邊啦。如果掟唔準嘅話，就由佢跌落地下。所以咧，垃圾桶周圍全部都係垃圾袋。咁啊，就呢件事嘅話咧，我當然亦都係繼續同管理處投訴啦。結果不果，由於投訴得多。結果我哋上落呢個時間咧，就俾對方嘅夥計針對咧，經常粗口爛舌鬧我哋，鬧得相當難聽。最離譜嗰次咧，就大家韞住同一個貨 lift，因為食飯時間大家都坐貨 lift 上落㗎啦。喺個貨 lift 嗰度咧，由地下上到8樓，不停用粗口鬧我。哇！
點忍啊？即係唔係話俾人用粗口鬧唔得，而係問題係，喂，成件事你即係你自己就唔做好你自己嘅清潔管理，唔做好你自己嘅衞生，你竟然喺度攞我嚟出氣係咪？但係當然咧，呢啲粗口咧就唔係望住我講嘅，係單打咁講。結果咧，我上到呢邊我就打電話俾管理處，我叫佢通知佢老闆，佢老闆就呢件事即日唔處理好嘅話咧，我就會每日一個電話俾食環署。當然咧，管理處知道我真係唔高興啦嚇。結果咧，佢真係通知咗對方嗰個老闆，老闆喺當日晏晝就即刻過嚟道歉，投降道歉。唔係因為佢做錯乜嘢，係問題佢知道大鑊。結果由嗰日開始，嗰班唔禮貌嘅伙計咧就即刻消失咗，唔係炒咗佢，因為佢除咗我呢層，仲有樓上一層咧有2個工場嘅，調走佢哋去另一個工場嗰度做，唔好喺呢層對住我。第二，即日開始咧，所有嘢跟足規矩去做，即係話啲垃圾咧唔可以就咁喺佢門口飛出嚟，係要佢親自拎出嚟掉垃圾桶，冚個垃圾桶。我話到明㗎，見到有一次佢哋再掉垃圾飛出嚟嘅話咧，我就會揾食環。結果就自此咧就搞掂晒。我大約喺呢個過程花咗1-2年時間，先將我哋嗰個大廈嘅 lift hall 搞翻掂個清潔，自此冇臭味，垃圾桶咁好，係再冇啲烏蠅飛來飛去，搞咗1-2年，相當辛苦啊。OK， 大家講翻呢單新聞啊。嗱，法例咧其實係有管嘅，根據呢個食物業規例132章同埋食環署制度咧，佢係有一個規矩嘅，係會對呢啲咁嘅即係食物工場啊之類咧，係會有個記分制嘅。常見你扣到5分嘅，10個月、12個月即係1年之內重犯嘅話咧，會加倍扣分。累積15分嘅話，停牌7日。第一次啊，停牌7日等於唔使做噶啦。你諗下，而家呢間兩餸飯，如果俾人投訴，停牌7日，佢所有門市都唔會有，即係都會即係好面對好大嘅問題啦。停牌15分咧，再15分嘅話會停牌14日，即係第二次嘅話，再犯嘅話有機會取消牌照，相當厲害呢個釘牌。咁所以咧，如果係大家面對一啲食物安全嘅問題，即係呢啲工廠啊、食肆嘅問題嘅話咧，大家直接揾食環算數啦，唔好同佢嗌交，亦都唔好做太好人。因為點解咧？因為搞好食物其實對社會大眾係有幫助嘅，絕對唔係針對呢啲鋪頭嘅。咁啊，所以咧，常見嘅違規咧，根據資料咧，就係食物冇妥善遮掩、不清潔嘅環境、非法佔用地方擺放呢啲材料食物、食物儲存唔適當。根據剛才嘅影片講出嚟咧，喺大廈公眾地方擺啲凍肉嘅話咧，4樣嘢全部中晒。你話食環會唔會唔做嘢啦？肯定做嘢啦。嗱，根據資料咧，呢個老闆就喺網上流傳之後咧，就匆匆走出嚟登門道歉，係啦，登門對投訴者道歉，承諾1個禮拜之內改善。嗱，慢咗少少㗎啦。當時我個 case 嘅話係即日要搞掂。即日開始啲伙計就唔再俾啲蛋漿滴落去，即係要包好啲雞蛋殼先俾掉出嚟，而且唔俾飛出嚟，一飛出嚟會飛爆嗰啲垃圾袋啊嘛，一定要拎出嚟嚇。總之咧就我嗰個即日搞掂，而家呢個老闆呢要7日搞掂啊。咁啊，所以咧就如果你大家遇到啲咁嘅問題咧，最好就係去投訴阻礙通道嘅消防。OK， 衞生問題有臭味嘅就食環，係呢2樣嘢就搞掂晒㗎啦嚇。基本上咧係作為呢個食物工場或者食肆嘅話咧，唔會唔理呢啲投訴嘅。點解啊？最後會釘牌嘅。呢單嘢咧，我覺得咧，雖然啲老闆話1個禮拜會搞掂，我覺得由於料到上網咁大劑嘅話咧，禮拜1食環署就唔該你就上門睇一睇。嗱，呢條片咧地址出埋嚟㗎啦，上門睇一睇，睇下個情況有冇即時改善。你諗下，將嗰啲凍肉喺室溫嗰度處理，無論佢係掉嘅垃圾，勾到臭味係唔可以接受嘅。如果呢啲唔係垃圾，係將會拎翻入鋪頭嗰度做加工嘅，更加唔會接受。如果有違例嘅話，唔該食環就俾告票。呢個係唔係針對呢間鋪頭，係為咗香港市民嗰個福祉嚇，即係食物衞生係相當嚴重嘅事。總之咧，永遠都係伙計係一定貪方便嘅。點解咧？我嚟打工嘅啫，能夠做少啲就能夠做少啲。
掉垃圾比較辛苦，要打開個又搬上去好比較高啊嘛，係咪？掟喺側邊咪最方便啦，可能係咁諗，我唔知呢單係咪咁諗。但係對於老闆嚟計咧，你伙計做一啲一次性嘅方便咧，就換來永久停牌。你諗下幾大鑊啊！所以呢單嘢咧分分鐘係。OK， 員工使到老闆就賴大鑊，老闆唔該你睇清楚啦。呢間鋪頭你做到個名咁紅，而家係咪？假如你再唔做好呢樣嘢嘅話咧，你諗下邊個夠膽再幫襯你哋啊？係咪？所以呢單新聞咧，呢單網民咧最致命嘅咧，本身就唔係食物衞生問題咁簡單，係一單長期存在，投訴咗你都唔理，警告咗之後都唔理。冇人當作為一回事，使到嗰啲鄰居全部即係嗰啲同一層嘅商戶全部谷到爆，爆到話要拍片，你嘅伙計都繼續挑人，你諗下幾鬼大鑊啊！唔該呢啲，你管理下你啲員工，或者揾啲負責任嘅人咧做日常嘅管理。品牌攞到個名唔係一日成功，你做咗好多努力，但係為咗就呢單嘢搞壞你嘅招牌就唔值得啦，都唔係淨係生意嘅問題。仲有法律風險嘅問題 ，OK， 咁啊，所以咧喺香港做生意咧，最怕咧就唔係有客人投訴，最怕嘅係你根本對啲問題視而不見，結果嘅話咧你就會玩完㗎啦，冇辦法。OK，呢條片翻到此為止，希望大家繼續支持慎思明辨 channel，拜拜。